再来看正段的消息，咱看到这是民众党前主席郭文铁，伊第一卡显出来，互人看伊的电子卡机啊。伊隔壁呢，就是现任的主席黄国昌啊，两个人网络直播啊。伊不但是显卡互人看哦，伊个烦恼讲黄国昌啊，你可能会用掠去哦。啊，郭文铁嘛讲，伊家己拍算要搬去南部来住啦，所以外界一听到就联想讲，啊，敢讲阿伯啊，你是拍算要去南部选举吗？因为我这个24小时 GPS 定位。被扣卡，互大家看电子卡了。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铁，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做回直播。我对你有点担心呢，因为我有时候在网络上 YouTube 上看，天哪！好像一副黄国昌快被抓去的样子，所以你还在外面吹牛说什么呢？地潮很满，你越是这样讲，他们越有兴趣。那讲到黄国昌最近牵涉到建总头衔的事件，也进一步讨论2026选战的规划。是讲前立委蔡壁如一直叫郭文铁去选台南市长。其实2月1号以后事情很多，因为包括你自己要选的，我是自动请缨啊，我要去住在南部。他没有说他要去南部参选啊。另外，那被合约发展，郭文铁要想法。到时候就不要再什么让趴了，到时候你就跟郑丽文讲清楚嘛，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规则定清楚，时间到就避免掉。我们一定不会耍诈。因为有人会认为我一直不表态，是不是在等黄袍加身啊？按照党的这个机制去做处理，没有所谓的说这个我要选，那谁就要让啊这一些的那种状况。对于李树川表态参战了后，郭文铁的话，敢会影响到未来新帮的那白合？黄国昌更解释讲，无这个问题，较被外界个宏大解读，民众党内的两粒太阳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